谢上。专家有理会就讲咱出来底有5个人。是的，来讲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比啊，奖金上济35000，辛苦你揸上去哦！加油加油啊！好，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哦，阮这边先来，阮台语哦一级棒的啦，一级棒的哦，阮的队长亮亮，欢迎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李亮基，你好。啊，今日咱讲是一级棒的是，全部台语用讲啊较好呢。阮的台语，阮家这5个人吼，莫讲我家己遮尔啊高，遮尔啊厉害，遮尔啊水，遮尔啊苗条，对无？是，无对。阮这4个咯，足够的，拢全台湾吼一级棒的台语的。哦，好，来一级棒，咱就来跟你介绍，来介绍你的队友。来，佑成，我是友婷，是一位工程师，我是工程师，你台台哦，台的，啊，你设计商，就是即马在做迄种 AI 的 ChatGPT 迄种影片。哦，伊上高级的啦，系啊，即马若讲有 AI，就是伊上高级的。你知影即马 AI 什么拢会晓做呢？对啊，真恐怖呢。是，欢迎你呢，欢迎你，台语嘛讲了讲好，后来我说的是教师哦。哦，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丁丁 UV 的雷丁，丁丁 UV 的雷丁啊，好听呢。是，老师你教啥？我即摆是教台语，毋过我以前无教台语，我教最近4档，我才开始教台语。好，谢谢老师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我说的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叫做怡华，我即摆还阁是学生。嘿，来欢迎你呢。好，来我说的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光头，光头的光，光头的头。光头，嘿，是光头，是你做啥？哦，咖啡师。咖啡师，我伫咧行天宫遐食头路。欢迎你哦。好，来我恁这边啊。是，你是一级棒，阮这边是有学问呐。哦，嘿嘿嘿。安尼听起来敢若比阮更加落啊。不，大家有播同款的优点。哦，对，来欢迎一下阮兜有学问队长老小叶姐姐。阮咧用龟口走的啦，是龟口走，一家人，哎呦，哦，介绍对，一个人好，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金西，我住邦桥啊，我邦桥来，啊，即马有一个后生金虎，所以阮一个伙仔拢是会西凉好霸。哎呦，西凉好吧？啊，哪个生咧？后一个应该是金查某的，金红红，金红啊，金红啊，金雀啊，金啥拢会使啦。哦，金字辈就对啦，是。我甲你讲，伊后生足古锥的。是啊，来啦，好大的啦，叫什么名？伊叫蔡金虎啊。金虎啊，阿好的来。好大的啦，有够古锥的啦。伊嘛讲台语的呢，真的伊嘛讲台语的。是，听有啦。啊，是毋过有听台语歌？是哦，这真正有影爱教育。即摆要等18岁来参加这个节目啊。会使，阮等你，啊，我是搞你爱甲我塞轮椅。同齐运动啦，唔免扫，嘿，无唔对，你快足够水果你啊，嘿，好诶，阿好诶，欢迎你哦，是，好来，我说你去，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叫做尤秋美，嘿，我是住邦桥，共款住邦桥，我即摆是yoga老师，欢迎你呢，好来，我说你去，大家好，我是秀慧，我是阿母，这个我的囝，这个我的查某囝，还有你的孙啦，啊，还有孙啦，对，我是台语的教学人员，但是我是今年第3年，我以前是做生医。生医对，做啥的对那差最差足济，厉害呢。退休才来读台语，嘿，学台语会水哦。哦，你看妈妈，生一个查某囝赞水啦。好来，甲介绍你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毛毛，是安怎会叫毛毛？因为阮阿公拢讲我细汉放屎臭毛毛。无要紧，即摆换迄个咧吵啊！团队，嘿啊，迄个宝贝吼，是，好，希望恁今日拢会当摕到奖金35000，加油哦！好，今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，欢迎咱的单宏伟单老师。心色可欢喜，是，全家同齐来讲台语哦，上好啦，啊上心色，佮上欢喜啦，哈！今日来，今日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是你斗
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，大家做伙想，奖金安那算较重咱这要？回合有3题。 3题嘿，啊，分数较悬，迄队得到奖金会是5000块啦。哦，第一回合就加油加油加油哦！好，来开始哦。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声、什么头、什么雷、什么鼓咧？哦，声头雷鼓中到底什么字呢？来，请出答。迄字是头一字嘿，哦。来，哎呦，哦，来，咱第一棒诶。大大大声、大雷、大鼓、大头。哦，袂歹哦，袂歹哦。你通啊做一个句无？做一句，做。你讲话那遮大声？是啊。啊，再来，啊，你这大头。你头那是大。你的头这样大，真正是一个大头诶。哦，真好，来。迄大鼓的声真好听。哦，大鼓的声真好咧。啊，雷咧。对即。马咧拍大雷就大声的，就恐怖哦，的。拍大雷哦。哎呦，哦，拍大雷哦。这怪怪吼，是哦。看买老师好，咧。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唔对，哎，表示大唔对哦。是。来，你的机会来来，啊！机会来啊！来，来，我先来讲，嘿，拍头，拍头。拍头。囡仔人袂使甲拍头。哦，袂使甲拍咧，嘿。啊，过来。是。先人拍鼓有时错，哦，袂歹啊。拍鼓。拍鼓，过来。好来。拍雷，拍声，要做句无？拍声，嘛是真奇怪哦。系啊，嘛个怪怪。无来问老师不啦。要问老师哦。嘿，老师这拍安尼对唔对？唔对，啊，真可惜是啦，呢。两边拢是，无啊。不要紧，咱来问老师，是到底是什么话？哈，来，老师，这个字应该是风。风，风，可能内面有一个比较大家较唔知影的词，叫做风雷。风雷，对，就是风雷，就是迄个对阿雄咧飞这个动作。是风雷。就是迄个咱咧讲的华语的扯铃啦吼，嘿扯铃但是台语的名算做讲较少人知影啦吼。对。其他风声应该大家较知影吼。嘿风声风声就是你会跟咱讲风的声，但是嘛会当讲是安那，听讲安怎哇？江湖中的传闻呐。啊，风声讲安怎安尼嘛吼。过来风头。风头。风头嘛，共款有2个意思嘛哈，一个就是即个风的起源源头的迄个所在吼，另外就是安那讲即人真爱出风头，有爱出风头。嘿，过来，佫有一个是风果，风果，风果算一个农区啦，吼，就是迄个若切啊拍打了，对，迄对面的底下咧教我，对，改个爱当拍切哎呦，跟他烟安尼。拍切会当即个对后壁安尼出去吼，就会当迄个拍切来。留落来，爱当是鸭、鸡啊、鹅啊安尼啦。是，所以这农区，所以可能大家较想袂到迄个什么风雷迄个物件，可能大家较唔知。是，第一题尔啦，两个拢无第二题哦。白水。好，会记哩哦，请手答再写完就紧来试哦。加油！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鱼、什么头、什么丝、什么汤咧？哦，鱼头西汤哦，中到底什么话咧？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木鱼，木鱼，做伙想到是爱讲木鱼，讲木鱼。是，哎，好来。木桶足大桶，哦，木桶足大桶啊，嘿，好来。木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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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是这个，木色，应该是木色，木头，木色，木色，哦，木色，来问老师喽。好，来，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唔对。但是你的意思是对的哦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这边机会来啊！来，叉鱼、叉西、叉烫、叉头。哦，是。你那用我大家拢会用叉西去攞我的头毛。是。啊，过来。
我用茶汤洗身躯。茶汤，袂歹哦。汤拢会下一寡茶叶。哦，猪汤，猪汤啦，真重要。啊，过来。插头。这个人会欢迎这里班真正是插头。哦，老师手鼓茶，来，老师茶对唔对？对。袂歹。来，分数。终于得了1分咯。好，来听老师解释，来老师。拄则其实已经做久嘛，拢做甲差不多拢正确嘛吼，所以敢有啥物较无了解应该无啦吼。茶叶咱一般知影吼，就是迄个可能是迄种细尾葱啊吼，去即个用好打了后，去下做安尼一丝一丝的，一片一片薄片安尼啦吼。对茶洗茶汤主要就是讲咱即个茶甲木吼。虽然意思共款，毋过咱台语的用法会用伫无共所在。虽然可能，尤其是讲有的拢是华语共有无？是。但是台语意思共款来讲，但是用法无共款。所以当然拄则有迄个所谓的即个木器即个物件，虽然嘛有人安尼讲无毋对，吼毋过就是木用的所在无法度迄四个拢通啊。四个拢袂通。意思可能通，但是问题是茶，毋是木啦。加油！多一个。好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包？什么零？什么准？阿妹，哎，请手答才会使啦，请手答啦。嘿呀，咱来公平。我来讲好，来，准备好啊。来。好，来，小妹，咱个讲一摆。请问，什么包？什么零？什么准？什么刷咧？嘿，包零准刷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请手答。哦，来，接金牛呀，来，我抓准讲这题应该是安尼念，毋过我毋对啊。哦，抓准，过来，过来。我人无爽快的时阵，都会去互人抓零。抓零，是啦。来，过来，抓包。一定了黑白讲话去互抓包。哦，安尼就好啊吼。来，搁一个抓刷。我身体无好，所以爱去互抓刷。哦，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安尼对唔对？老师抓安尼对唔对？对。过来分数。终于得了1分咯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拄则讲了拢真好啦吼，就是讲这抓准讲安怎吼，有的人可能会用叫是安怎吼来讲嘛，共意思啦吼。迄个抓刷较趣味的是讲有腔口差啦，无共所在，有的人敢若讲抓咧，抓有的人是讲口咧，所以讲抓刷、口刷拢有人讲，嘛有咧佮加一字讲抓刷筋还是抓刷棍，安尼讲法，各地有无共款讲法，真趣味。看分数啊！是哦，真拄啊好，两边拢共款。来，咱合一起放这边。即马得了1分咯。咱合分这边诶。嘛有1分咯。所以讲，咱这回合的奖金是5000块。白手。两边拢有哦。两边拢得了5000块，恭喜！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哦，手答定歌机。手答定歌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。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答定歌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咱今日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咱这回合一个外国朋友叫做 Kevin，伊会带大家去世界游览，甚至去外岛看看。那拄到伊袂晓讲，就转来问大家台语安怎讲。好，重点是啥咧？奖金。奖金。咱这回合分数较悬的队伍，会使摕到奖金1万块。加油！两边拢摕到1万块，拢差去就是15000啊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第1位已经起来哦。嘿，一个是2个囡仔的妈妈，这边这位是一个囡仔的爸爸。是的。其实囡仔号名是一个学问的，是恁好的。偏名。偏名。是你即马有好嘛？若是查某囡仔出来。金凤、金喜、金珠都嘛会使嘛。啊，个第3个叫金辉嘛袂歹啦。嘛金宝。
金宝啊，就跟元宝共款啊。金龙嘛，金龙啊，金霸，一定爱西中好霸啦。啊，你有想要生几个？我跟太太想讲上无嘛3、4个。对，国家需要你。有7个，哎呀，吼，囡仔有7个。我拢就爱囡仔啊。对，安尼好。好来，手跟个另个点名，听我讲请手答，咱带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美丽这个来电啊，我是第8岁来 Kevin。今日日我来到北澳的顺城门，我即马拄好伫顺城门的下骹鸟，所以呢，咱今日先来看卖，伫遮有啥物有趣味的台语在无？好不好 ？Let's go！ 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即马来到马公市上早的街市，这个街市内底就是有这个物件叫做四眼井。这个四眼井的故事就是安尼，因为遮以前就是足大的一个水井。了后为着要避免人在入去水内底因就做卸坑就是做卸坑。这每一个坑边边都围一个花岗石，安尼人就袂在入去水内底啊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，请问花岗石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花岗石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花岗石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金西，花岗岩，花岗岩，哦，确定哦。对，确定。来，老师是不是花岗岩？唔对。无遐尔复杂哦，不要紧，来，花岗石，花岗石，哦，好，石，好，确定哦。老师，花岗石对唔对？对。差一厘尔呢。哪有分数？有你得了1分哦。是，后来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其实若是咱这边金沙的音会当去小可调节，可能我会互你对就是因为迄个咱若要讲岩石的岩这字的时阵，台语是有迄个歌的落音啦，所以若是讲你讲岩还是岩，因为伊有2个音岩。安尼会使考虑互你对，拄啊好你这个歌无当然一般用少的较济啦，所以讲花也是花，白话音的花，文言音的花是拢有人讲，所以有人讲花岗石，有人讲花岗石安尼，对，所以这会大家参考啦，就是讲若要讲岩还是岩，就爱有歌啦，是，不要紧，咱第一位尔对啊，咱阁有4位咧，来，咱紧的换人。好，第2位啊，拄啊讲这题目真困难，我是感觉袂啦，生活当中啦，咱讲对咱家己，家你讲接讲就会落啊，就会想起来啊，是，对你来讲应该无困难，应该无困难啦，小叶姐姐，你为袂晓讲，甲会晓讲已经足厉害啊呢，10几年呢，对啊，我嘛是自细汉看8点钟大汉，什么自细汉？美小姐，加油哦！应该袂困难啦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挑讲请手答，咱带当试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以前的鲜渣粒呢，就是叫做宋城丸。请问宋城丸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宋丹丸，无遐复杂。宋丹丸，赶快，一个2声，一个1声，就快念的啦。好啦，宋藤丸好啦。老师宋藤丸对唔对？好食佮煞脆的四手啊，伊的台语是要安怎讲呢？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今晚来到北澳马公市的一间中药行。即我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这物件，这物件就是叫做鲜渣粒。鲜渣粒到底什么时阵咧食呢？一般咱若咧啉中药时阵，感觉足苦的，对不对？不过你若啉中药了后，若食一个鲜渣粒后，就会感觉无遐尔苦，因为说有淡薄安尼甘甜。不过鲜渣粒以前唔是生做安这啊，鲜渣粒是生做安尼。你看卖，伊的菜色无共款，对不对？以前的鲜渣粒呢，就是叫做宋城丸，宋城丸就是做阿嬷讲的回忆哦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做题目，请问宋城丸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来，请问宋城丸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宋城丸哦，来咱请手答。
好，来，哇伊话来宋丹丸，宋丹丸，袂歹哦，袂歹听，宋丹丸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宋丹丸？唔对。无较复杂，无遐复杂哦。会使差字叔叔啊，尔。宋丹丸，不是赶快，一个二声，一个一声。宋，哦，足歹念的啦。送对啊啦，送对啊，丸嘛对啊。三马会。宋等，宋等，宋等，宋藤，宋，好啦，宋藤丸好了。好，宋藤丸。来，老师宋藤丸对唔对？唔对。哎呀，讲这物件嘞。咱这要用文言音来读第二字啦。文言音是倒音顶，吼，咱讲迄个顶皮也好，顶前也好，吼，这要用文言音来讲。嘿，因为。这是算做讲，伊个处理方式吼，有包含着爱放较久的物件，所以就是用迄个电吼，嘛有人认为讲这就是先早，搁再加其他物件去综合起来的一个物件，所以发音来讲就是宋丁丸。对，咱嘛是学着啊，好，不要紧，同款，两个拢无，差一分尔，加油，来就好，好，来今日换人。哦，第三位啊！是。哦，光头对毛毛，是，一个有毛，一个无毛。那遮拄啊好。是啊。嘿，是毋是你自然讲？哦，阿公会讲你摸起来毛毛安尼。安尼这我问者，你是自然力？我头毛就多。哦，你是甲撸掉就对啦。哦。3工一届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即马这个所在吼，离杜行石村遮吼，就是以前一个台湾最出名的歌星叫做潘安邦住的所在。来，你看卖哦，这就是潘安邦细汉时阵，这位就是伊的阿嬷哦，伊的外婆。恁知影吼，伊唱过一首歌吼，就是叫做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对不对？伊歌词内底吼有一个就是阳光。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，对不对？你也晓唱嘛？我当然你嘛会晓唱啦。不过吼，我要出的题目就是这个歌词内底的阳光台语到底安怎讲呢？请问阳光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阳光哦。好，来咱请手答。跟两位来。日头。光。你袂使用个吐一字，到底是啥物？日头光。日头是太阳，日头光是阳光。哦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老师，日头光对唔对？对。哦，袂歹哦。好，来分数。终于得到第2分咯。来，咱呀再解释哦，来老师。好，拄则已经讲煞啦，日头光敢穿一光嘛是会使。吼，当然有的人可能讲我敢会当照日头要读迄个文言音阳光吼。阳光啊。较无人安尼讲啦，虽然会当读，要是用日光还是日头光，就是口语化的讲法，无唔对。是。以上。咱搁加油就好啊！加油！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是，咱即马2位老师拢起来，嘿，这是钢琴师，这是迄落啊优教老师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就真正来喘气啊！有放轻松啊！即马才2分啊，即马才无分哦。你来拼者哦！优教老师看你啊！好，来，手跟个两个点面条，我讲请手台咱台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即马来到皮湖天后宫内底。这内底吼，就是有一个较趣味的酒杯，吼，这就是有甲台湾的历史有关系吼。这写啥物呢？这写沈有容欲退红毛番为马郎，这就是代表讲吼，迄当阵吼有一个外国人吼叫做维马郎。这个维马郎迄当阵来到台湾，就是要甲明朝政府做生意。不过迄当阵明朝政府都无兴趣嘛，所以就请这个人叫做沈有容。甲赶走，甲讲吼，我袂甲你做生意，所以伊当时为着要纪念吼，这个时刻就做这个酒杯，吼。好，安尼我来问恁咯，
迄当阵因咧讲红毛番到底是多一个国家的人呢？请问石碑顶原写的红毛番是讲倒一国的人咧？是，哎，等下哦，红毛番是倒一国的人的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钢琴友婷，荷兰人。荷兰人是，确定哈？确定。好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荷兰人对不对？对。哦。今日叫你个囡仔读大啦。哎，有影，这第一名一定要来分数，终于得到第3分咯。好，咱这真趣味的历史名词啦吼，就是红毛图啦、红毛城啦、哦、红毛番啦。啊，当然有的人对番这字感觉讲哪像较无好听，啊，就加红毛啊，红毛啊，就讲啊，其实咱济台湾人吼，拢有迄个人讲红毛的，也是讲 Q 毛的这款的状况，有人认为讲甲荷兰人迄统有关系啦。哦。嘿啊，所以拄则这个正确的答案就是荷兰。是。不要紧，咱还有最后一位加油英雄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今日啊，这两位哦。较想也拢袂歹，这学生啊拢足够的。吼，阮丽晶妈妈，丽晶老师，吼，伊的迄落啊学生拢足够。啊，咱这，吼，咱的迄落阿好妈妈，嘿啊，阿好妈妈，嘿阿嬷，啊对，阿塞的妈妈，嘿，塞的，你无看因后生伫后壁，对啦，我不对，哎，囡仔拢教甲真好，加油！啊，即嘛吼上辛苦就是讲吼，咱来今日开市啊，吼，啊，咱这吼，零啊开市啊，提我个提起来啦，吼，咱一定爱开市，加油！看你哦，阿好阿嬷，好来，手放在脸个顶面，听讲请手答咱当试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哇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卖哦！我即马吼来到一个足古早味的一个干妈店，啊，这吼有一个扭蛋机，这嘛是吼足古早味的，你敢知？这嘛是吼咱细汉囡仔吼的回忆，对不对？啊嘛是足一大人的回忆。好，啊，即马吼我要来算看卖，吼。来，你甲设一个安尼，迄就出来啊！哦，只球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哦。请问扭蛋机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，请问扭蛋机的台语安怎讲？扭蛋机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阿嬷，船两机，船两机，确定？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船两机？唔对。船两机，我船3机袂使啊。我船4机。好，不要紧，老师。我感觉是 Q 两机。哦 Q 哦 Q 两机。好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 Q 两机的。唔对。赶快 Q 3机袂使。是船嘛袂当 ，Q 嘛袂当，到底是啥？反正两机这两字本身就无啥正确。是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问老师好不？好，来，老师。主要是因为咱若讲什么机的时阵啊，应该是咧讲伊迄代是什么款的功能嘛吼。啊，咱即马就是问题是讲，当然这嘛甲伊华语的号名可能咱较简省，因为华语伊的迄个名词吼，通常拢会比台语来讲会比较较简省的一个号名方式啦，就讲会较简要的。啊，即马咱来看即个机器本身，就讲。迄个物件，你唔是去转一粒卵，就是讲，迄个机器是你转迄个开关，但是伊即马你录字落了，伊会走出迄粒卵，但是你咧转迄台，哦，较唔是迄个，所以这虽然是新的物件吼，咱要号名嘛是爱有伊的，就是讲看伊的迄个功能甲状况来处理啦，吼所以有人是安尼号啦，吼，就是讲家号做。食钱台啊啦吼，就是讲，用你甲迄个，因为你一定要落钱落嘛，嘿，就是一直食钱，一直落钱，一直食钱，吼，所以这是一种号法啦。但是当然嘛，有可能有另外一种号法是较接近拄则咱两位所想的，就讲迄个物件是啥，
是，迄个物件当然咱若照字面来讲，纯卵啦。Q 卵啦、U 卵啦，但是可能你若甲想讲，伊迄个物件内面是啥物货？迄粒做成卵的，虽然是做成卵，毋过迄个形，伊其实毋是卵。然后伊的迄个外口看起来亲像啥？毋知恁的想象的是啥啦吼。所以这有的人是会甲号做较接近，譬如讲伊的功能是互人佚佗用的，外形是卵，所以讲叫佚佗卵。嘛有人是认为讲伊的迄个外形亲像迄个鸡毛卷，所以就是甲号做讲鸡毛卷卵，类似这种的拢有啦吼。当然这是抑个新的描述咧发展中，抑无一个完全所有的人拢总固定的讲法，大家会当个思考看卖咧安尼。是。啊，是趁这时机会，会使甲大家宣传一下，咱公共电视台吼，网络顶讲有一个新书书店，所有新的物件，你毋知影安怎讲，你就使弹起嚟甲查一下。是，伊会念互你听，字会写互你看。无错。真方便。好，不要紧，嘛是共款平。来，咱请回，咱来看一个分数。是。好，来，咱先来看咧台语1榜。因目前得到3分咯。好，那这边咧，阮的有下文的咧，是爱心一粒。爱心啦，爱心一粒。咱一班的迄落啊，奖金你都。好，咱1榜咯。赞。好，咱今晚进来，赶快过来去谈，好不好？来，去咱的第3位啊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目前的状况吼，是，就是咱这边1榜的15000块，15000块，是，那咱这边的合文的咧，有5000块，5000块，咱这个回合奖金偌济？2万块啦，各位加油！所以讲咱这个回合就是大家同齐来完成，拢通讨论，大声讨论拢袂要紧。好来，准备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俗语伫咧讲阿婆啊吹粿是代表什么意思咧 ？A. 做真济无意义的代志 ；B. 讲人倒贴的行为 ；C. 形容做家内事真辛苦。阿婆啊，真有会啊嘛，佮他吹粿足辛苦的，就比如讲吼，妈妈咧做厝内事嘛足辛苦的，所以阮是差不多用字面的意思来看。咱吹粿是毋是爱吹哦水水爱捧起来？对。啊，如果若是塌落去，就是无水啊，就失败嘿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台语俗谚真趣味，阿婆啊吹粿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来今日讨论哦。阿婆啊吹粿，阿婆啊吹粿哦，这应该大家拢会知哦。来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时间到，请徛转来。来，咱请示答案。咱来看一个哦 ，B B B C C， 吼，这嘛是风险拢分开哦，吼，这边是全部拢是 B 哦，来，亮亮。你是形容哦，是我是看迄字面的意思啦，因为阿婆啊真有会啊嘛，佮他吹粿足辛苦的，就比如讲吼，妈妈咧做厝内事嘛足辛苦的，所以阮是差不多用字面的意思来看。因为讲一个人麦肯定共一个男嘛，所以阮就甲分开。风险甲分开啊，吼，丽珍。吼，因为讲阿婆啊吹粿，其实后壁佫有一个词叫倒塌，倒塌就是讲的倒贴，所以我感觉是 B。有道理哦，我来问一下，全部拢是 B 的，这看起来应该是真有把握吼。这看起来应该问妈妈。妈妈来，你啥来选全部拢是 B？咱吹粿是毋是爱吹哦水水爱捧起来？对。啊，如果若是塌落去，就是无水啊，就失败嘿，是阿婆啊吹粿倒塌。是我来看一个哦。
哦，敢若即马意思就是讲，唔是 B 就是 C 哦。是啊 ，A 是无人要选。无人要选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先牺牲一下吼，试一个失败。好，咱这边有较有研究台语的俗语啦，吼，拢讲了真好势。啊，毋过就是提醒一个迄个发音的问题吼，可能咱两队咧讲的过程，虽然讲咱遮是看到5字啦，吼，啊，其实迄个啊呢吼，伊是算轻声的一个助词，伊其实无一定爱讲，所以嘛会当敢若讲阿婆吹过，吼，啊，若要讲加一个啊，爱用轻声来讲，叫做阿婆啊吹过，毋是阿婆啊哦，毋是阿婆啊，是阿婆啊，对，阿婆啊，阿婆甲阿婆啊是共意思，吼，啊，若是要加即个轻声的即个语尾，就是较轻的安尼吼，啊，是用啊来讲，嘿，阿婆啊吹过安尼，好。以上，咱继续咯，加油哦！来哦，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个词会使摕来学老人 ？A. 唔正搞 ，B. 大只兴天 ，C. 沙卡鸟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会使摕来学老人哦。嘿，来，今个哦，参详哦。哦，学老的哦，会记哩哦。正搞，是唔正搞？大只兴天。嘿，也是。沙卡鸟。哎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咱请示答案。哎呦，哦，是，好，来，我问一下吼。这边。刚才你嘛是感觉是唔正搞？嗯，我定定互人安尼讲。你哪知影人是咧甲你学老？你定对是学老的啊。哦，就有信心咩？是，安尼有信心就好。好，来，咱这边来问一个。嘿，金仔，因为嘛，定定有人讲，哎，搞啦，有啥有搞，有啥有较搞啦，所以别人食搞有啥搞啦，所以3A 就对啦，3A 就对啦。是，咁真正是唔正搞咧。唔正搞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正搞啦，哈，其实这嘛是有2款意思哈。当然有咱拄仔讲的迄种，敢若讲学老的，啊，感觉对方哪像足古锥的哈，啊，通常拢是足熟的人在互相学老咧用啦哈。啊，毋过其实伊嘛有负面的用法，哈，就是甲毋正样共意思。哈，啊，当然咱一般咧用较直接听到摕来做学老的，哈，以上。是的，后一题，来，嘿，咱继续哦，加油哦，真正拢唔正搞哦，5比3有机会哦。上个咱请出题，请问皇帝豆的号名由来是啥物呢 ？A. 豆仁上大粒 ，B. 进贡予日本天皇 ，C. 嘉庆君爱食。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皇帝豆。嘿，皇帝豆哦。应该拢有食过啦哦。嘿，来，紧的哦。是豆仁上大粒。是。还是哦，日本天皇。嘿，还是讲嘉庆。爱食。嘿，来。 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请示答案。哦，因拢足后的哦。好，来，依法。你选的是 A。我感觉就是食饭皇帝大，我就选 A。哦，豆啊较大。食饭皇帝大，所以皇帝豆是上皇帝遐尼大。是。啊，C 的咧。雷丁老师。感觉因为伊叫做皇帝豆，啊天皇袂叫做皇帝，敢若嘉庆君会当叫做皇帝，所以皇帝豆一定是嘉庆君爱食。哦，有道理哦。这是嘉庆君来台湾食的，或者皇帝豆哟。无一定哦。来，我来问这边的，好，来问这优格老师。哦。 手臂啊，你是嘉庆嘛对吧？对，我嘛是感觉，迄个因为咱以前啊吼，迄个皇帝啊咧食的物件，啊，迄个嘉庆君有捌听讲有来倒去台湾，嘉庆君有台湾，嘿，啊，所以叫皇帝豆，咱的小易姐直接讲好啊，直接讲。好，姐姐，来，姐姐选的嘛是 A 嘛吼，因为皇帝豆
其实是足大片的啦，是足大粒的。比迄个虎鳞豆搁较大片，可能是虎鳞豆的3倍啊4倍，所以我是想讲应该是扣较大粒。哦，是。有咧煮菜哦，有咧煮菜，袂歹袂歹。迄红地豆真好食，吼，来咱即马答案就是 A 甲 C 尔，无 B 哦。都卖 B 哦，吼，拜托。我来看一下哦，真正是卖 B 吼。卖 B 卖 B。正确的答案是。是真好。后来，咱这边是2个 A 捞着，来，老师麻烦你先搞阮先休困一下。失败。嘿，失败。哇！啊，咱先失败。哦。好，咱常常互一个传说骗去吼。嘉庆君其实照即摆资料所在是，人是讲无真正来台湾啦。唔捌来去台湾。嘿啊，所以这是传说啦吼。啊，当然是民间真侪人安尼传。啊，事实上就是拄仔所讲吼，豆仁比其他的豆仔来比，你看有倒一种豆仔像伊较大粒的，吼，所以动物界嘛有迄款的啦吼，亲像讲有一种徛鹅，迄体型上大的，就叫做红底徛鹅，吼啊，所以亲像这种的叫做红底豆，是因为伊豆仁上大粒啦，嘿是，好，以上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今日哦，来，试者后一题。拼者，来哟，今日哦，拼者真正2条，来，谢谢。哎，试者后一题。后一题。好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婚林馆以早其实无伫咧即卖位置，你敢知影一开始伊是设伫咧倒位咧 ？A. 台中的雾峰 ，B. 南投的德山。C 嘉义的阿里山，你有把是伫南投吗？我无把。哦。到这个坎站嘛，吹落。啊，不过你2个同齐吹落咧。同齐我，同齐死。变大肚的啦。哦，变大肚的。啊，你算的是。唔通问我，就是迄2位较远啦，台中较近啦。哦，你用地理关系来算。啊，那是你的答案呢。我都赢。这题拼2万块，倒一队会当赢咧。好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来今日讨论哦。哎呦，婚林馆哦，原来婚林馆有搬厝，我拢唔知。是台中，还是讲咱的南投，还是嘉义哦？哦哟，哎，拢差一丝尔呢。对啊，拢伫隔壁。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是，来，咱这边是 B， 这边是 A，还对 B。来，咱问者邓超，你有把是伫南投吗？我无把。你无把？啊，无那会选 B 咧？吹落啊。哦。到这个坎站嘛，吹落。啊，不过你2个同齐吹落咧。同齐死啊。那无想过要迄落？同齐我，同齐死。哦。是变大肚的啦。哦，变大肚的。就是要变大肚的啦。变大肚的，咱就来变大肚的吼。是。来，这边较无共款，姐姐。毛毛你是 B， 嘿，我是有确定无？嘛无确定啊，啊就是先选先扣起来再讲啦。是。啊，我是感觉，C 是较无可能，因为婚林甲嘉义迄个关联较少，是。所以我是扣 B 第3，我是感觉迄搭可能是伫迄搭啦。是。所以恁的感觉是 A 甲 B。较接近的对吧？啊，你选的是唔通问我，反正就是啦，就是迄2位较远啦，台中较近啦。哦，你用地理关系来算。啊，那是你的答案呢？那是我的答案，我都赢。哎，伊若 A 就颠倒赢咧。 A 都赢。是啊，来，咱即嘛唔知，无得确是 C 哦。哎呦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2条命留着。是哩。来，咱先休困一下。嘿，咱这边有下文的1条命。好，来，咱先听老师来解说。
哦，这甲历史有关系啦吼。这19世纪尾吼，迄个时阵其实是这个原住民啊4月台湾4月拢原住民吼啊，但是这个汉人开始有咧来嘛吼啊，来的时阵呢，结果原住民甲汉人中间其实冲突足济。啊，所以迄当阵会甲迄个管辖设伫咧北通关古道起点，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德山遮吼，就是其实是为着这个要防止原住民侵入的意思安尼啦。嘿，落尾迄个所在讲叫分林在地讲法是讲，迄个树若规片吼，不是拢有这个魂搭伫遐安尼啦。所以有这个讲法，落尾叫分林安尼。嘿，毋过其实原本是伫咧德山迄个位置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哦，来加2条命，加1条命，无我今嘛要来看分数啊，吼，这2万块爱放伫个倒位？伫个2分的这边，恭喜因今嘛得到2万，加起来是35000块咯。好气啊啦！咱变盘无变成功，差一输啦，是差一输啊！不要紧，咱甲因同齐来甲35000，看会通啊摕到转无？加油！好，今日呢，小纪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揸回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全家抽奖金。哦，奖金偌济？35000块啦！恭喜哦！安尼就剩35秒对无？嘿，35秒无够，搁加。搁加30秒，互你65秒，好无？试完就紧的哦，试完就紧的换人哦。好，咱大家讨论。好，来麻烦替我排一排。第1个、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。嘿，速度要真紧哦，通啊甲提醒袂当试哦。好，来。娶某真生囝哦，应该可以。来，咱请开始。食饭什么大？皇帝。对，好，正确过来。来，爱水唔惊鼻水。好，正确。输人输地，输地。刚才咱拄则这堆拄好有讲到食饭皇帝大是无？是。系啊，拄好就出现啦吼。爱水唔惊流鼻水，咱美女拢知影啦吼。爱水就要穿甲足少的安尼吼。过来第3句较趣味吼。输人唔输阵，输阵什么面？其实正常的讲法是用这个男性的性器官放伫内底咧讲。哦，那落尾这是真的。落尾可能大家感觉讲，所以变做讲大家感觉可能安尼较无适合食伫个，尤其伫囡仔面头就有可能有一寡顾虑啦。所以落尾才改做即马即个讲法吼。嘿其他大家拢诚知影吼。就是咱来了解迄个台语汉字，伊较甲一寡华文的汉字无共的写法，佮小可捌者吼，会当加利用咱全国有智慧的 App 吼来去练习，也是讲像教育部的台语书店嘛会当来练习安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今日看着奖金。咱即马吼无扣着因35秒，所以奖金有35000块啦！恭喜！好，咱即马今日去颁奖。免的，嘿，咱那过来就好啊嘛。阮这 app 吼，你会使咧厝的家己算啦。是，拄则咱有用一个俗语我来排，对唔对？咱拄啊拢无佚佗着吼，无算着，不要紧，即嘛恁试看卖。准备好了，开始哦。开始哦。来。来。大灯小灯吧。小灯着，正确，无记着。好姐，人看唔行，鬼看动溜溜行。过来，鸡卵爸爸毛胖。好正确，过来。什么食好味？歪嘴鸡。好正确，过来。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田地，就是无地。30秒够了。哎呀，安尼不
要紧，伫遮就是无奖金啊。如果若是伫 App 内面呢，我甲恁讲，恁搁练10届、20届来遮就会摕到奖金嘛。嘿，拢会记起来。哈，是加免费的。免费等于讲来下载者哦。好，今日啊，爱谢谢咱的国文老师哦。感谢咱的国文老师丹凤威丹老师辛苦咯。欢喜讲台语，全家有智慧。好，赞。全家有智慧。好，到您变台语。祝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谢谢小玉姐，五一加过来，谢谢金山，谢谢阿姨。